真係諗唔到嗰條線路搞得咁閪平，嗰條線路咧係代售嘅，唔係我哋粵菜人直屬經營嘅。依家湛江廉江至廣州單程28蚊八，真係比平時候平宜2/3。人哋先賣9蚊，你點同人哋爭啊？雖然我哋價格上面冇咩優勢，但係我哋有優質嘅服務。凡是喺粵菜人測個票咧，售前有服務，售後有保障。大家遇到咩問題，阿成都第一時間幫大家解決。湛江觸發城市線路，除咗廣州之外，仲有茂名、榕江、開平、江門、東莞、深圳、中山、惠州等熱門城市。各位老鄉要坐車嘅話咧，就上粵菜行上面睇下。目前粵菜行廣東省用戶量高達1000萬，歡迎各企業運輸單位一齊資源整合，優化線路佈局，一齊為廣大乘客提供更安全、更便捷、更實惠嘅餐體驗。呢次湛江廉江廣州價格戰，你哋會選擇搭粵菜行啊，定係搭其他平台？歡迎大家評論區留低你哋嘅意見。